好，今日咧就想同大家一齊分享一段聖經，就喺約翰福音嘅第18章，好短嘅幾節嘅經文嚟嘅啫，就係18章第12節至到第14節。約翰福音18章12至14節3節嘅經文。好，揾到之後呢，我會為大家讀出嘅，咁請大家跟住經文就可以啦。經文咁樣講，佢話那隊兵和千夫長並猶太人嘅差役就拿住耶穌，把他捆綁了，先帶到亞拿面前，因為亞拿是本年作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發議論說，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嚟到呢一個嘅受苦節同埋復活節嘅時間，我諗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去睇唔同嘅經文，特別喺呢一段嘅經文嘅裏邊呢，正正就係講到耶穌被捕嘅嗰一刻。咁其實如果當我哋仔細去睇翻約翰福音嘅第18章，啱啱我哋所睇嗰段嘅經文嘅前文呢，就講到有關於耶穌被賣嗰位嘅門徒所作所為，亦都可以咁講，係喺耶穌同呢班門徒嘅逾越節餐嘅餐會嘅過程當中嘅一番嘅對話。而喺呢段聖經之後嘅就談論到有關於彼得不認耶穌嘅經文。咁換句話嚟講，其實我哋啱啱睇呢段聖經就係夾咗喺兩個耶穌基督嘅門徒嘅唔忠誠嘅中間。咁所以好明顯呢段聖經似乎係想講一個有關於唔忠誠嘅一個嘅信仰狀態。不過喺釋經上，我哋亦都理解到加略人猶大嘅出賣耶穌同埋彼得嘅不認耶穌3次，係本質上係有一個截然不同嘅地方。換句話嚟講呢，其實喺教會嘅層次，即係耶穌12個門徒嘅社群嘅裏邊，好似一間教會嘅當中，其實都涵蓋着兩種不同嘅不信。不過呢兩種嘅不信嘅情況呢，係截然不同嘅。不過今日我唔想詳細去比較彼得同埋加略人猶大嗰個不信嘅不同，因為一個嘅不信係自然嘅係否定上主嘅，一個嘅不信係喺信仰嘅路上邊有猶豫有困惑嘅。咁究竟係我哋屬於邊一隻呢？呢個另一個回事。不過喺中間呢度夾咗呢段聖經就好有趣。談論到有關於當加略人猶大去到出賣耶穌嘅過程嘅裏邊，正正當加略人猶大帶住一啲嘅兵丁或者係祭司嘅馬仔嚟到去捉耶穌嘅呢個過程嘅裏邊呢，聖經呢度刻意提及到一個大祭司嘅群體，佢哋嘅行為。頭先我哋所讀到，佢帶住一隊兵同埋千夫長並猶太人嘅差役嚟去捉拿耶穌，即係好簡單。你嘅勢力、你嘅力量，用今日講你個軍力係完全無可否定噶啦，你贏緊嘅。OK， 從人嘅角度嚟計，你係 sure win， 你係唔會輸嘅，你唔會捉唔到耶穌嘅。但係約翰福音嘅作者卻喺呢度介紹咗多啲嘅嘢地方俾我哋知道。佢話就係先帶到亞拿面前，當佢捉拿咗耶穌之後，帶去亞拿面前。嗱，首先亞拿當時唔係大祭司，我哋留意，因為呢段聖經講，因為當時亞拿嘅時期真真正正做大祭司嘅呢係該亞法。
亞拿只不過係當年作大祭司該亞法嘅岳父。嗱，咁呢度我哋就會睇到一個現象，就係原來祭司個群體裏邊都係圍威喂嘅啫喎，世襲嘅喎，或者家庭去壟斷嘅一個嘅宗教群體嚟嘅，或者係由幾個家族去控制一個宗教群體，而呢個亞拿卻係當時話得事嘅人。點解啊？因為即使佢冇再做祭司都好，冇做大祭司都好，佢手下都有一個佢嘅女婿叫做該亞法，喺度管理當時嗰個嘅整個嘅我哋叫聖殿嘅運作。咁當我哋去睇翻呢度介紹到點解要帶佢去亞拿呢？其實大祭司似乎好似降服喺亞拿身上邊，原來就係因為一個家庭嘅關係。嗱，如果我哋仔細睇翻個聖經歷史咧，其實亞拿係前一代嘅大祭司嚟嘅。佢因為政治嘅原因，羅馬統治巴勒斯坦地，轉咗一個官員，所以將佢罷免。咁佢就推舉佢自己下邊嘅親戚嚟去頂上。咁但係佢其實就係垂簾聽政嘅角色。雖然佢唔係揸正位、揸正權，但係佢可以用手下嘅人事脈絡去控制翻整個嘅運作。咁所以當我哋去進一步去理解到嘅時候呢，其實呢個所謂猶太人公會由亞拿同埋該亞法等等嘅其他祭司喺度去掌管呢，其實係一盤生意嚟嘅。所以大家會明白點解耶穌會上到去聖殿山去推翻嗰啲兌換銀錢買賣牛羊嘅人呢？其實即係倒佢哋米啊，對佢哋嘅利益係有所威脅。咁於是乎呢班人嘅思維係點呢？嗱，最精彩就係第14節喺呢度講到呢個咁嘅整個運作嘅過程當中，就記載咗該亞法呢位女婿當時做緊大祭司嘅，原來佢先前向猶太人發過一個議論，佢話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呢句說話呢，充分反映出一個屬世嘅人，佢諗嘢係點樣諗嘅？點樣諗啊？寧願死咗一個耶穌，犧牲一個耶穌，都唔好威脅到我哋大眾嘅利益。因為呢個大眾利益唔單止係猶太人公會由呢個亞拿主管呢個宗教集團嘅利益，係涉及民生啊！邊個嚟到有機會可以喺聖殿外院嗰度去買賣嘅，都要得到佢嘅允准，然後梗係收受啲利益啦，係咪？你有錢賺，我有錢賺，呢種係乜嘢情況啊？就係今日世人所講嘅 win-win position。但係原來佢哋嘅 win-win position 係基於有任何人威脅到佢哋呢一個嘅情況呢，就將佢排除。個精彩嘅地方係咩呢？佢又道出咗一個事實，一人受死，卻係點樣呀？眾人可以得益喎。不過，當我哋睇返，即使耶穌 subject to， 即係喺佢哋呢個咁嘅思維，終於被剷除咗之後，死喺十字架上邊，同樣都係一人受死，但係耶穌使到嘅得益就唔係淨係得猶太人嘅百姓得益，而係普世相信耶穌基督嘅人係得益。你以為贏咗喺呢個世界嘅裏邊，你以為剷除咗耶穌，保住咗你哋嗰個嘅經濟嘅權益，保證咗你嘅宗教嗰個嘅掌權，保證咗你自己喺嗰個社群裏邊嘅勢力，你以為贏咗，但係你卻係輸咗永恆嘅生命。但係耶穌卻係同樣用一人嘅死去挽回普世上帝所希望嗰啲認罪悔改嘅人去得到益處。乜嘢益處啊？得到永生，同神再次
重逢聯合嘅關係。咁從呢段聖經嘅裏邊，俾我哋睇翻約翰福音，其實嘅作者佢真係好仔細地去體會到人間嗰種嘅思維嘅扭曲，但上帝又點樣將人間扭曲嘅嘢，又將佢變成咗可以成為上帝拯救人嗰個嘅途徑。翻嚟今日我哋去睇翻復活節呢個時間，好多時候我哋都好容易被宗教氣氛去到操控咗我哋自己嘅信仰。好多教會做好多嘅嘢，同天主教會做嘅嘢已經冇乜分別㗎啦。而家基督教會盡量喺呢啲節期嘅裏邊去做一啲嘢，去渲染翻一個氣氛，使到你好投入嗰宗教嘅感覺，但係卻係冇帶你去到上帝嘅面前，去體會一個已經得勝嘅主耶穌基督勝過呢個罪惡之後，帶我哋走喺呢條得勝嘅路嘅時候，應該繼續點樣行？我哋停留咗嘅係喺嗰個受死嗰個情況，我哋冇咗喺復活之後帶嚟嗰個新嘅生命嘅更新，同埋應當點樣去靠着上主而行。我希望呢個分享比較簡單，但係亦都俾我哋睇見人嘅詭詐，上帝同樣可以用你嘅詭詐去將佢扭轉過嚟，而魔鬼撒旦同樣係做到呢一個咁嘅功夫，因為魔鬼撒旦嘅諗法就係今日世人一般人嘅諗法。咁佢點樣利用上帝嚟到去操控人喺罪嘅裏邊，繼續喺佢降服裏邊呢？上帝卻係可以用翻佢嘅詭計扭轉過嚟，讓人脫離魔鬼罪嘅捆綁。咁我希望呢個嘅信息或者呢個分享可以幫到大家，能夠喺呢個復活節嘅裏邊再深一層去思想我哋嘅信係點樣嘅基礎，我哋當走嘅路係點樣去走。